后来若要讲这个战争，上界可怜的就是小老百姓，到底过着一款什么款的生活呢？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透过电视演讲，带大家来感受，伊用手机来播送着空袭的警报声，甲全世界讲，恁所听到的只是20秒的警报声，但是乌克兰逐天拢爱听几啊点钟，讲这就是乌克兰人即摆的日常生活。另外，泽伦斯基嘛来表态，讲任何甲俄罗斯达成的讲和的协议，拢爱经过乌克兰的人民公投决定。This was my home. This was my friend. This was my dog. 战争迫害、惊恐、死亡，早就变做伫战争当中乌克兰人的生活日常。Зараз не лякайтесь, ви почуєте те, що ми живемо вже 25 днів. Звук, який став звичним для усіх наших міст. 支持落都一直有警报声。Це було 20 секунд, а ми чуємо це годинами, днями, тижнями. 只要听到警报声搁响，因的生活就敢若是搁互市暂停，敢若会使秘伫地下室来保护家己。毋过上尾犹原都袂过死刑，要是过身。Th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fresh wounds are bleeding with that wounds. Russia has drowned Ukraine in tears and blood and children corpses. 安尼日子搁要维持偌久？全世敢若会当等乌克兰、俄罗斯好好坐来讲，才会当解答。不过泽伦斯基讲，就算达成和平协议，嘛要进行公投。 Коли ви говорите про ті чи інші зміни, і вони можуть бути історичними, ми нікуди не дінемось, ми прийдемо до референдуму. 敢若将决定权交予乌克兰的人民，才是真正的民主。对消铁变乌克兰全面英雄的泽伦斯基，红刊伫德国名镜周刊的封面，而且佫甲伊形容是穿绿色 T 恤的丘吉尔。俄罗有能力伫混乱的状况做决定，掌握大局，一切拢是因为伊的领导和沟通能力。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将战，都要看乌克兰版的丘吉尔敢有法度成功说服俄罗斯。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